3件成功人士早晨會做的事：1、培育你家庭關係，家人、伴侶、子女、父母，每日用早上5到10分鐘，精神最飽滿和你最重要的人傾談，和家人及小朋友吃過早餐。巴菲特在訪問中被問了一條題目：怎樣才是一個真正成功的人？在60到70歲人士，怎麼定義為成功？如果你身邊有一班人愛你、陪伴你及關心你，其實你已經是成功，因為他認識很多有錢人，身邊的兒女都對他們沒有感情及關心，又沒有好朋友傾訴，所以我們要抽出多些時間去培育一下家庭關係，多溝通，多關心及陪伴。好朋友要多交流及問候。2、培育自我，每天培養自己心身靈發展。早上做正面冥想、看書、身體掃描、做運動、瑜伽、太極、散步、游泳、gym。3、培育及擴闊自己眼光，增長腦袋知識，規劃好每日要做事情，寫下2到3份工作，學習新事物。我早上規劃的時間表：5點30分起床，先用椰子油漱口，空肚吃1粒 NMN， 做冥想及身體掃描。6點30分看書，規劃今日行程或和女兒 WhatsApp 或通電，培育母女感情。7點和好朋友交流，互相問候及交換資訊。7點30分和伴侶去會所做 gym。8點30分回家開心一起吃營養早餐。9點返工。相信我應該合乎以上成功人士要做的3件事，但對我來說最緊要自己做得開心。成功定義因人而異，我的成功定義：身體健康，一家和樂，互相尊重及關心，好友相聚，幸福共享，最後感恩家人、伴侶及好友常陪伴、相聚及關心。